大批汕頭海門鎮嘅村民連續第4日示威，要求當局釋放被捕嘅村民。公安朝早再施放催淚彈驅散民眾。幾百個汕頭海門鎮嘅民眾聚集嘅時候，多個示威者捉起人鏈，公安同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去驅趕示威嘅民眾。示威者就走避散開。之後，手持盾牌嘅公安人員又走向人群。喺朝早，村民先喺鎮內嘅舊城區聚集，再遊行到去深汕高速公路海門收費站，計劃堵塞高速公路。民眾喺尋晚透過短信同埋網上留言組織行動。汕頭海門鎮嘅群眾連續第4日示威，要求擱置喺鎮內興建發電廠嘅計劃。民眾擔心會影響漁民嘅生計，工程亦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。連日嚟示威，有多個村民被捕。民眾要求當局釋放被捕人士，如果唔係，唔會停止抗爭。現在抓的那些人都還沒放出來，我們這些民眾現在就是要求他放人，不要求他那個電廠的建成，就是現在要求他放人。我哋嘅記者張傑威咧，而家喺海門鎮㗎。張傑威啊，當局半個鐘頭之前曾經施放過催淚彈去驅趕啲民眾，咁而家啲民眾有冇走到呢？咁我而家咧就喺海門鎮嗰度啦。咁其實咧，即使係公安咧同埋警察咧已經施放咗催淚彈啦，咁其實數以百計啦，甚至差唔多近千個民眾咧，仍然聚集咗喺大馬路呢一度㗎。咁佢哋而家見到啦，佢哋就高舉住一啲紅色膠袋啦，希望擱置興建呢個發電廠啦，同埋釋放被捕嘅市民㗎。咁頭先同我哋而家呢一個位置咧，就距離頭先發放催淚彈嘅位置咧，其實大概有400-500米左右啦。咁因為頭先咧發放完催淚彈之後咧，咁民眾咧就紛紛散開，亦都去到附近嘅一個油站嗰度咧要洗眼㗎。咁其實咧頭先咧亦都有部分嘅催淚彈咧係打中咗市民嘅頭啦。咁亦都要由公安咧係帶走咁樣㗎。咁咧同埋我哋而家呢個位置咧就見到啦，其實市民咧仍然係未散開啦，同埋頭先佢哋咧亦都用咗一啲戰術咧，就係咧叫啲比較年長嘅婦女咧係先行咁樣㗎。咁民眾就繼續聚集啦。佢哋下一步有啲咩計劃咧？其實今次嘅聚集咧，就正如之前所講咧，其實佢哋都係因為由一啲網上面嘅召集啦，又或者係因為短信召集㗎。咁我哋問過咧有啲民眾咧，其實咧佢哋係冇特定嘅一個計劃，究竟下一步應該點做？咁但係咧依照前幾日嘅佢哋就話咧，其實佢哋每一日咧大概喺朝早去到晏晝度咧，都會到5-6點度咧嘅民眾咧都會繼續喺呢一個位置咧進行佢哋嘅抗爭啦，同埋希望咧政府咧盡快收翻盡快擱置呢一個興建發電廠計劃。咁佢哋話咧，因為其實鎮政府同埋呢度嘅政府咧，亦都曾經早前同佢哋講過咧，話只係會暫停咧呢個計劃7日啦，咁再同民眾溝通嘅。咁但係佢哋到而家為止咧，都仲未同政府嘅人可以溝通得到，究竟應該下一步可以點樣做？